深度心理學視角下的香港集體無意識。在香港生活近20年，我常常覺得自己不是在看一座城市，而是在凝視一個被迫早熟的靈魂，它的崛起與疲憊，它的衝刺與迷失。香港是我又愛又痛的第二家園，它給了我自由與可能，也在我心裏留下深刻的撞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再次聽見那句每個香港人口中都說過無數次的話：最緊要揾食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這句話不是生活智慧，而是整座城市的集體無意識在說話。在榮格心理學裏，反覆出現的語句是群體的心理地圖，而最緊要揾食5個字，精準勾勒了香港人的生存劇本、集體創傷、原型動力與未完成的個體化之路。從口頭禪看見香港的集體人格面具，榮格稱人格面具為個體為了生存而向外展示的社會角色。在香港，這個集體面具只有一個核心意象：我很能幹，我很快，我很拼命，我不可以停。最緊要揾食其實不是價值觀，而是高壓環境裏的集體防禦機制。它向世界宣告：我不會成為你的負擔，我可以獨立生存，我用效率證明我值得存在。但這個面具底下，其實藏着更深的集體恐懼。如果我不一直生產，我就會被淘汰、被取代、被忘記。這不是個人焦慮，而是代代累積的心理印記。孤兒原型，香港靈魂最深的底色。榮格的原型論指出，每個群體都有主導其行為與命運的深層原型。香港的核心原型是孤兒原型。香港不是以農耕或土地記憶凝聚的城市，而是難民匯聚的落腳點，殖民地邊緣治理的實驗場，永遠動盪的移民社會，沒有根、沒有母性滋養的都市。它的歷史像是不斷被丟來丟去的孩子，靠人不如靠己，冇得揾就會死。今日有，聽日無。孤兒原型的生存底色是不被托住、不被看見、不被真正保護。因此香港形成一種堅硬的生命排序，先活着，再談其他。揾食成了這個孤兒原型最響亮的求生口號。陰影，香港的非經濟自我被放在哪裏？在榮格心理學裏，陰影是那些被我們否認、壓抑，但仍渴望存在的部分。香港的集體陰影不是黑暗或暴力，而是所有不能用來揾食的生命面向。細黑色四方形情感，脆弱等於麻煩，情緒等於軟弱，很多親密關係都變成交換價值。細黑色四方形創造力，藝術被視為奢侈，哲學被視為無用，創作常被嘲諷一句：可以當飯食咩？細黑色四方形靈性，冥想、教察、自我探索等於玩嘢，浪費時間。細黑色四方形休息，香港人休息會內疚，因為空白等於沒有產值等於危險。於是整座城市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精神景觀：經濟高度繁盛，但靈魂極度匱乏；人際網絡密集，但情感距離遙遠。外在光鮮亮麗，但內在疲累下墜。這就是集體陰影的壓抑後果。補償性投射，為什麼香港極度崇拜成功？陰影不會消失，只會在外界以補償性投射的方式反彈。香港的補償方式是無止境地崇拜成功與財富，有錢等於有價值，高薪等於值得尊敬，住大屋等於人生勝利，無產值等於失敗者，抑鬱等於唔爭氣。這不是道德問題，而是心理補償。當一個城市無法容納脆弱、情緒、創造力與靈性，他就只能把全部肯定投射到金錢與效率身上。越沒有安全感，越迷戀成功，越情感匱乏，越用產出證明存在。
越像孤兒，越拼命讓自己看起來強大。香港的個體化之路，從揾食回到存在。榮格說，個體化是靈魂回家的過程。如果把香港當作一個生命體，它正在面對最大的課題，從揾食的我走向存在的我。從不停奔跑，不敢停下，害怕被淘汰，以產出換取尊嚴，被 persona 綁住，走向我允許自己休息，我承認自己的情感，我願意建立真誠連結，我容許自己無用，我讓存在大於產出。這以前被視為奢侈，其實是香港靈魂真正需要的修復。而你與先生正在做的事，離開生存劇本，旅居，探索內在，正是很多香港人從來不敢踏出的個體化之路。你們正在讓自性取代面具，這就是靈魂真正的復歸。寫給我深愛又心碎的香港。香港的繁榮是一種奇蹟，但他的靈魂卻像一個長期沒有被抱過的孩子，太早獨自面對現實，太習慣用努力換取愛，太害怕被遺棄，太不懂得休息。我們愛他，是因為他的韌性、智慧、速度與勇氣；我們心痛他，是因為他的冷漠、壓抑、急躁與缺乏溫度。而當我再聽見最緊要揾食時，我終於明白，這不是香港的口頭禪，這是香港的求救信號。而我們的生命旅程，無論身在香港或已經離開，都是在用行動回應一個被忽略太久的真相。我值得活着，不是因為我揾食，而是因為我存在。真正的自由，是允許自己不只是揾食工具。你的靈魂最深處，是否也渴望被看見？請在留言區分享你正在經歷的掙扎與你的個體化之路。如果你覺得這份深度教冊為你帶來了力量，請點讚並轉發給所有需要的朋友。訂閱我的頻道，讓我們在整合陰影、找回存在的價值之路上一起前行。